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咗 S 級分析嘅節目時間啦。今日錄製嘅時間係4月18號星期六朝頭早嘅10點半。咁點解要同大家講呢一段時間呢？因為我哋所知道嘅就係特離譜佢嘅不可預測性。咁唯一確定嘅事就係特離譜想點樣做，我哋唔清楚。咁我哋今日咧係同大家分析成個美以伊戰爭嘅一個大局。咁我哋見到啦，老美其實而家喺度封鎖緊霍爾木茲海峽。咁佢嘅盟友咧就睇到呢單嘢咧，就覺得好唔對路啦。咁而且成個勢咧，似乎而家係對老美非常之不利喎。咁既然係咁樣嘅形勢咧，其實跟住落嚟會係點咧？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分析下未來嘅情況會係如何。節目開始嘅時候，請大家訂閱 Steve Chow S 級金融同埋大衛 Sir 嘅頻道，留言點讚、分享、睇廣告，喺度多謝大家嘅道理。先生你好啊，早晨。係，大衛 Sir 你好啊，早晨啊，大家好啊，正如大衛 Sir 講咧，而家嗰個政局咧，其實變化得好大嘅。伊朗咧要行多步崛起嘅，響開始嘅時候，佢一直都冇話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咁只不過咧我係喺度篩選嘅啫。咁而家美國就借口就話我要你打開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啦。到今時今日，而美國佬而家話我要封鎖佢啦。咁調轉咧，大家睇唔睇到伊朗講咩啊？我又開放俾你喎。咁呢下咧就其實咧就搬咗美國佬上台啦。即係我俾全世界睇，咪鎖個海峽嗰個唔係我啊，係美國啊。呢個波就交咗俾美國啦。大家睇唔睇到呢個巧妙啊？好啦，而家我哋睇下啦，跟住落去我哋睇下啦，特朗普啦。特朗普鎖死咗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咧，但係咧佢係親手替中國打開整個中東嘅大門啊！咁其實美國咧就算漏咗一步嘅，你斷咗佢嘅海路，中東嘅國家反而咧係更離唔開中國啊！咁點解咧？有時候咧最攞命嗰個失誤咧，就唔係話你做錯乜嘢，而係你根本咧冇計算到對手原來咧佢已經準備好個後備啊！原來佢多條後路嘅。特朗普咧以為咧叉住咗霍爾木茲海峽咧，就會叉住咗成個中東嘅命脈啦。咁你班友仔，中東你班同盟啊，你個個係咪要聽我講咧？但係冇諗到咧，呢一封鎖咧，不但咧就冇困住伊朗，反而咧係親手咧將整個中東就推咗入去咧中國個懷抱，而且咧今次咧就好難回頭啦，因為咧而家已經中東國家咧已經係排隊咁咧就會揾中國啦。海路斷咗喎，中東所有人咧都冇退路啊！全球40%嘅海運石油啊，中東咧絕大部分嘅外貿嘅資源啊，原本咧都係靠呢個海路咧係暢通嘅流轉嘅。咁今日好啦，美國封鎖令一出咧，等同於叉斷咗唔止伊朗喎，中東所有國家嘅海上生命線喎，全部都冇晒。注意啦，呢個唔止係伊朗啊，沙特、阿聯酋呢啲美國嘅傳統盟友咧，而家咧變咗咧走投無路啦。走投無路之下咧，中東各國咧唯一一條路咧就係點咧？就走條呢個陸路嘅通路啊。咁陸路嘅通路啊，大家都知道啊，係中國嗰個嘅一帶一路啦。同埋咧，大家有冇留意一樣嘢咧？早大概一個月之前咧，有報道咧就係巴基斯坦就派咗佢嘅軍隊去咗沙特啊。咁佢唔止去咗沙特嘅喎，去咗某一啲地方咧係做保護嘅。咁有好多人就話呢個巴基斯坦係做咗沙特嗰個嘅僱傭兵嘅。其實大家諗深層啊，唔係啊，佢嗰邊咧係守住條絲路啊，等住一帶一路嘅安全啊。咁所以咧，你美國敢唔敢嚟搞啦？係嘛？咁而呢條通道咧，叉叉咧就係咧，特朗普又冇能力去叉斷嘅，亦都唔敢輕易咧觸碰個禁區。咁因為呢個巴基斯坦已經布咗軍事喺度啦。咁大家知道啊，巴基斯坦後邊係有邊個啊？佢有個大佬喺後邊中國，噶嘛，係嘛？中國咁呢條路啊，係冇錯。
咁呢條路啊，一邊就連住中國，另一頭咧就連住整個中東。呢條陸路嘅大動脈咧，穿過咧係中亞嘅腹地，穿連咗咧巴基斯坦同埋阿富汗，直通到去呢個伊朗，輻射到咧整個海灣嗰個地區啊。咁啊，中亞嘅棉花啊，巴基斯坦嘅輕工業啊，阿富汗嘅礦產啊，通過呢個中歐班列咧，係中吉呢個嘅中吉烏鐵路啊，源源不斷咁咧係去到伊朗嘅。咁啊，完全咧係繞開咗呢個海上嘅封鎖嘅，民生同埋嗰個戰備嘅物資咧源源不絕運俾伊朗。伊朗有民生有戰備，咁你話咧可以同你美國咧打幾耐咧都可以啊。美國點解唔敢喐呢條路咧？道理就好簡單嘅啫。如果一旦係切斷呢條路咧，同埋咧，你點去切斷啊？你真係要派軍隊去嗰邊嘅喎。你美國佬敢唔敢咧？一旦切斷，咁啊糧食啊、藥品啊、工業啊嘅物傳線咧，都係斷供嘅。咁社會嗰個嘅動盪咧，就會一觸即發嘅啦。咁啊，遭殃嘅咧，唔止係伊朗啊，係美國喺中東所有盟友咧，同樣咧係一個都離唔開嘅啦。咁而沙特阿聯酋啊，個財政嗰個命根咧，亦都係依附呢啲嘅過境貿易嘅。如果係連呢個陸路都一斷埋咧，佢直頭咧就腰斬佢哋嘅啦。咁啊，即使咧係特朗普幾強硬啊，亦都唔敢啊去搞到呢啲盟友咧全線咧嚟倒戈。咁中東個秩序咧，亦都係因為今次咧會徹底咧係崩潰而改變噶啦。更攞膽嘅咧係嗰個連鎖反應啊，就已經咧喺度發生緊啦。美國嘅封鎖咧，必然要觸發咗伊朗同埋胡塞武裝嗰個強力反制。咁我哋睇翻下呢個塞爾木茲海峽咧，全球20%嘅石油嘅海運咧，近20%嘅液化天然氣咧，就喺呢個塞爾木茲海峽。咁啊，紅海嘅蘇伊士運河咧，係全球9%嘅石油啦，8%嘅液體天然化。咁如果你話係你真係要封鎖佢啊，伊朗同埋胡塞武裝會唔會咁順攤咧？係咪？肯定會嘅。一旦雙方真正交火咧，兩條大水道咧都同時咧會斷航嘅喎。咁每日咧大概有2500萬桶嘅石油出口咧，完全咧停滯啦，係103蚊啊，107蚊啊，呢個咧係唔出奇嘅。咁啊，而咧我哋睇翻下，如果咁咧，日本啊、韓國啊、歐洲啊、印度啊、東南亞，咁啊瞬間咧就會陷入咗呢個能源危機啊，而所有佢嘅工廠咧都會停擺啊，交通又癱瘓，個通脹會失控。咁啊，整個世界嘅社會咧恐慌咧就會全面蔓延啦。咁而海路唔通，陸路咧唔敢喐，咁啊，中東國家只係得一個選擇嘅咧。喺中東國家面前咧，唯一嘅出路咧就係依靠嗰條咧連接中國嘅陸路大通道啊。咁咧，特朗普嘅封鎖咧就會親手將中東同埋中東呢啲嘅盟國啊推向咗佢去依賴中國啦。從以前嘅只係選擇性用呢條通道，呢個一帶一路，而家變成咗咧係必須依靠啦。從普通嘅貿易往來咧，就變成咗佢哋生死存亡嘅需要咯。中國提前咧響巴基斯坦咧佈局咗工業嘅配套體制啊，而就近咧係呢個中東源源不絕啊，咁去提供呢個嘅戰時嘅民生物資。同埋咧係戰前嘅供應品，咁啊紓解咗咧巴基斯坦同埋呢個阿富汗咧兩國嘅財政民生嘅壓力嘅，因為佢哋可以出口啦嘛，咁所以咧可以改善佢哋嘅經濟，亦將整個中東咧係嘅補給嘅安全咧緊緊咧揸響自己嘅手裏邊啦。講到底咧，呢場咧係美國咧搬起石頭咧係冚自己嘅腳啦。佢越係封鎖海上咧，中東咧係越難咧係離開咧中國嘅陸路。咁佢越係咧製造矛盾同埋混亂咧，中東各國咧
越係咧會咧抱緊咧中國嚟尋求呢個穩定嘅。咁啊，伊朗啊，依託住咧陸路方面嘅補給啊，抵抗嗰個意志咧就越嚟越強啦，妥協嘅意願咧就越嚟越咧會歸零嘅。而中國啊，憑藉陸路咧嘅通道同埋全產業鏈個優勢咧，完成咗對中東個深度嘅戰略嘅捆綁，同步咁加深咗咧，同埋加速咧人民幣國際化個進程啦。咁所以特朗普咧想鎖死中東，卻係咧就睇中國咧係咧解鎖咗整個中東，而使到咧就中東嘅民國咧更加依賴嘅係中國。咁呢場嘅博弈咧，最大嘅贏家從來咧都唔係美國啊！阿大衛 Sir 你點睇？絕對唔會係美國啦。最大嘅贏家，我哋睇到短期利益，咁啊當然係俄羅斯，係嘛？以長期利益去計，當然係我哋中國，呢個冇得講㗎。咁我就啱啱睇到紐約時報嘅一篇文章，佢講得好特別嘅，話中國咧係唔對波斯王子施壓嘅原因係因為意願有限，能力不足喎。呢個咧又再一次睇到西方社會對我哋中國嘅誤判啦。咁我哋見到啦，無論任何國家喺中國處理呢一件事嘅過程裡面咧，我哋當然係默默地去做，但係就唔係好明顯地去做好多嘢。但係咧，無一例外地，連特朗普都會感謝中國，巴基斯坦感謝中國。阿聯又甚至離埋中國，伊朗唔使講都係感謝中國。冇中伊鐵路，我諗佢哋死咗好耐啦，係嘛？咁啊，兩個海峽都受到一個限制。咁伊朗嘅生命線喺邊咧？就喺中伊鐵路嗰度嘛，係嘛？呢個係事實。咁我哋見到啦，其實阿布達比嘅王儲同埋西班牙嘅首相，仲有好多嘅領導人，呢一刻都全部喺中國度啊，去同中國傾。大家就彼此要合作，同埋進行一個好大量嘅投資啊，邀請中國嚟幫手。原因係點解咧？我哋唔玩叢林法則，我哋玩經濟互惠互利，呢個先至係一個重心啊嘛。所以我哋睇到咧，中國方案咧真係好受全世界嘅支持。咁有一樣嘢，特朗普就成日諗多咗，因為如果你係完全為咗私利，你其實冇辦法得到咧其他國家嘅認同。咁特朗普當然好想話，你最好好似委內瑞拉咁樣樣，係嘛？啲原油全部由我嚟負責賣，係嘛？我就賺錢，我分啲咁多俾你，幾個 percent 咁樣啦嚇。咁呢個咧就係特朗普想做嘅嘢，因為佢將所有嘅國際關係咧當成生意貿易，呢一個係最戇居嘅事。因為咧好多國家都覺得，喂，你唔係嘛？你樣樣用呢一種方式去同我去傾，係嘛？漫天開價就落地還錢，我真係睬你都傻啦，係咪先？咁啊，特離譜咧，用呢一個方式去處理國際關係咧，即係好似頭先 S 先生講嘅嘢，全部都係經濟，就包括埋要霍爾木茲海峽嘅收費咧，我老味都係佔一半。既然我打唔贏你，不如我就加入你啦，係嘛？大家一齊做賊，係咪骨帳㗎啦？咁但係你有冇搞錯啊？呢個地方到你話事咩？咁我係睇到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咧，你美國究竟贏定輸咧？我哋睇得好清楚嘅，就係你而家美國面對嘅問題根本你自己冇辦法解決，反而咧令到伊朗咧可以更加進一步咧去建立翻佢自己嘅一個即係獨立自主嘅國策。咁啊，大家唔好唔記得，其實伊朗咧係有鈾礦嘅，佢每年咧都可以生產到大概42公斤嘅油啊，呢個係一個重點。咁咧總庫存咧據聞啊就有200公斤啊，咁啊有大約450公斤咧係60% 嘅濃縮油。咁呢一樣嘢咧，咁又有傳俄羅斯可能會幫手俾波斯王子嘅濃縮油儲存喺佢度，但係呢個係只係傳聞，究竟會係點咧？一個自己有鈾礦開採嘅國家，會唔會咁容易去將啲油咧去運出去俾其他國家放喺佢度先咧？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唔係太高啊嚇。
咁我哋觀察到，其實而家對於美國嚟講，佢係冇招嘅。咁亦都見到呢幾排，其實大部分都係特朗普自説自話，然後包括霍爾木茲海峽同美軍一齊去清除緊啲水雷嗰啲咁嘅嘢，一齊合作。喂，如果合作，你使乜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嘛？你唔使封鎖啊，係嘛？你唔使唔俾伊朗啲船出去啊，係咪先？咁你究竟做緊乜嘢咧？即係有好多信息咧，我覺得係前後矛盾嘅，同埋老美裡面係冇人嘅，冇人係咩意思咧？冇一啲有才幹、有能力嘅人，所以佢根本咧唔知道中國同伊朗之間嘅合作咧，其實非常密切嘅，而且中伊鐵路其實已經係通行咗超過1年嘅時間㗎啦。咁其實今次冇困住伊朗，仲令到阿聯酋係嘛？雖然而家就好慘，好多人都離開咗阿聯酋，所以咧阿聯酋先要急急腳嚟揾中國，同中國傾，喂，不如我哋合作啦，係咪先？唔合作唔掂喎，你中國係最大嘅市場係嘛？同埋最有能力、最有 power 嘅，我揾你嚟幫拖，即係可以對我製造更加多嘅利益。咁而家咧大概留低嘅人口咧，可能已經係冇咗一半。或以上㗎啦，我估計，因為我唔喺現場啊嘛。同埋大家知道啦，係嘛？對於阿聯酋嘅本地人嚟講，佢哋嘅每月收入非常之得人驚㗎嘛，係嘛？係嘛？根本上每個月都係買層樓嘅。我哋睇翻啦，而家對成個中東嚟講，我梗係要揾中國去傾。我點會揾你老美去傾咧？而且你老美已經證明咗你係唔打得㗎啦，成個霸權基本上已經玩完啦，係嘛？S 先生，交時間俾你。係啊，而且呢個轉變咧唔止中東啊，而係全球啊。即係因為咧，而家嗰個美國個霸權嘅呢個神話咧，已經係打破㗎啦。咁正如好多嘅觀眾好多時問我話：啊，我哋成日講話呢個政局啊嗰啲啊，關我哋普通人咩事咧？係啊，我哋又冇參與政治，又冇可以話事權。唔係喎，如果今次嚟講咧，對於所有普通人嚟講啊。而今次咧對所有普通人嚟講咧，其實咧一個大好嘅消息嘅，因為咧整個世界嘅新時代咧就今次咧靜靜地咧就開幕啦。呢一次咧全世界都睇清楚一件事，就係咩咧？美國，喂，原來你冇我哋想象之中咁強㗎喎。正如阿楊潔篪話：啊，我想得你太好啦，原來你冇咁強㗎喎。咁啊，伊朗咧炸咗你美軍個基地咧，直接打到咧係以色列本土。其實咧，伊朗而家打得以色列，大家如果係上網睇咧，其實就打得非常嚴重，因為而家以色列係封鎖晒所有嘅消息。咁啊，我記得有一個網友咧俾幅圖啊，喺嗰邊影翻嚟咧，成個以色列咧某一個嘅有名嘅城市咧，就成個火海。咁啊，仲俾咗個名，好似啊《天火焚城錄》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個電影啊？就係講以前響羅馬嗰邊係有一個某個嘅強國咧，就個天滅佢咧，就響上天啊有好多嘅火球咧落嚟咧，所以叫天火焚城錄啊。咁啊，全世界咧都喺度等呢個美國反擊嘅結果咧，等嚟咧就係、哦，原來得幾輪嘅象徵式嘅空襲，咁啊，同埋咧喺空氣裏邊啊，就大聲講幾句話威脅啊，同埋咧而家咧仲要上咧係談判桌上面咧去嚟傾和談嘅，咁咁啊，同埋一大堆咧就話答應啊伊朗嘅條件啊，咁樣咁樣。咁喺中東橫行霸道咗幾十年嘅呢個美國呢個惡霸咧，真正喐佢啲手上嚟咧，原來咧佢打唔過伊朗嘅喎，亦都咧唔敢啊搏命啊，因為大家知道啊，美軍咧好值錢嘅，同埋咧佢哋一個個咧打工嘅咋，咁我使咩咁搏命？幾十年咧累積落嚟嘅恐懼美國霸權嗰個陰影咧，喺呢一剎那咧，完全咧係打破啦。咁霸權啊嗰個衰落啊，咁全球咧嘅衝突咧就自然咧會降溫噶咯。點解咧？因為美國呢份咁嘅虛弱啊，帶嚟咗一個咧意想不到嘅連鎖反應啊，就係全球嘅衝突咧個勢態咧就會集體咁咧就會降溫同埋咧係減速。咁俄羅斯咧而家咧得到咧就係烏克蘭衝突嘅黃金收場機會啦。
因為你美國而家注意力而家全部擺喺中東嘛，你冇機會咧係過嚟咧係睇呢個俄烏嗰邊。歐洲咧亦都深陷咧能源危機，對於烏克蘭嘅援助啊，一日比一日咧係萎縮，有唔少嘅國家咧直接咧係斷供咗嗰個援助咧俾烏克蘭嘅。俄羅斯咧會亦都借住今輪個油價上漲咧，佢嘅經濟係回血，因為我哋知道俄羅斯係賣好多嘅呢個油出去嘅，咁軍工產業咧亦都大幅係拉升嘅，完全有底氣咁好從容咁結束呢場咁嘅消耗戰，而使到咧俄羅斯可以騰出個手出嚟咧，就係專搞經濟啦。咁而中日開戰嘅可能性咧，亦都會咧係會變為咧係到歷史嘅低谷，甚至咧幾乎係零嘅。因為日本咧90%以上嘅能源嘅依賴進口咧，中國同埋俄羅斯已經明確咧講明咧就唔會向日本供應任何嘅石油啦。咁中東嗰邊變動亂咧，更直接咧係掐斷咗呢個能源嘅通道，冇咗石油飛機都飛唔到起啦，呢個軍艦又開唔到啦，坦克就變成咧係廢鐵啦。再加上日本嗰個經濟嘅低迷咧，老年化好嚴峻。而家其實咧，日本嘅年輕人咧，連上班都提唔起勁啊！你話叫佢上戰場，佢點會同你去打啊？中美俄咧呢三個咧，嗰個大國嗰個熱戰嘅時代咧，就會走去終結嘅。因為咧，用核威脅之下咧，大國開戰就等同咧係同歸於盡嘅，所以大家都唔會咧打核戰嘅。美國打伊拉克阿富汗已經係使咗咧幾萬億嘅美元啦，結果咧得一場空。而俄烏嘅衝突咧，耗盡咗美國而家嘅國力，亦都得不償失。咁靠打仗搶地盤嘅舊時代咧，正係咧不可逆轉咁走去咧係落幕噶啦。打贏經濟戰遠比咧係打贏咧軍事戰咧個收益更大，亦都更安全喎。咁你話係咪對普通人嚟講咧係天大一個好消息嘅？咁但係大家咧唔好即係係嗰個嘅戰爭壓迫感咧係細咗，唔代表係冇事㗎。因為大國博弈咧，全面咧就會轉向咧經濟呢個長度裏邊去競爭啦。意味住咧，我哋咧大家就可以真正咧遠離咧戰火嘅直接威脅，唔受咧唔需要擔心咧係流離失所，亦都咧不必咧係承受咧戰時嗰個物價飛漲個煎熬，就可以踏踏實實咁咧嚟過日子，同埋咧認認真真咧去搞呢個事業、搞經濟啦。邊個能夠搞好個經濟咧，就俾佢老百姓咧過上好日子啊！咁邊個至能夠咧係成功同埋咧笑到最後嘅？咁而中國咧始終咧係堅持咧以發展為核心咧，以互利同埋共贏咧廣交天下朋友啊！咁正係咧我哋呢個時代最深厚、最唔能夠撼動嘅一個核心嘅優勢啊！當然啦，世界就唔代表咧從此天下太平嘅，唔會。因為咧代理人戰爭經濟制裁科技封鎖輿論戰呢啲咧，自會係會更加激烈嘅。至少咧，我哋咧不必要咧係面向呢個槍林彈雨嗰種嘅恐懼嘅啫。咁而家世界嗰個歷史嘅車輪咧就已經向前走啦，而呢個霸權嘅時代咧就已經一去不復返。其實咧呢個嘅世界嘅棋局咧，而家咧可以講咧係已定㗎啦，係新時代咧亦都係開一個序幕。呢場冇真正打響嘅波斯戰爭咧，咁而呢一場美國封鎖卻係咧佢而向全世界證明咗一件事，就係舊嘅霸權時代咧，靠武力封鎖嚟稱雄霸天下嗰個遊戲咧，已經玩唔落去㗎啦。和平同埋發展咧，只係人類共同咧珍惜嘅永恆嘅追求啊！專注於經濟嘅發展堅持合作嘅國家咧，只能夠真正咧贏得屬於咧自己嘅未來啊！而中國咧以陸路嘅大通道同埋全產業鏈嘅供應鏈咧，互利互贏嘅開放態度咧，自信
從容地咧係引領住一個全新嘅世界格局咧已經產生啦。所以點解亦都見到而家歐洲、中東啲人咧排住隊去中國？咁啊，如果大家睇得懂呢盤棋局咧，你就會知道咧未來數十年啊，全球個大勢嘅走向同埋個歸宿啦。嗱，其實咧，S 先生即係睇嘅嘢咧，我就非常之認同嘅，因為而家世界係真係喺度變緊。我就經常同大家提倡結詞啦，係嘛？即係話我將你哋睇得太好啦，同埋中國人不係這一套。由嗰陣時開始咧，我哋成個策略就完全唔同晒，唔再同你玩其他嘢，認真咁樣對付你老味。嗱，係對付你老味啊！咁當你身邊嗰啲流落咧，我哋都對付佢，好似而家日本咁樣。咁大家知道最近北約30個國家嘅大使去到日本同埋南韓。目的係為咩咧？就係用嚟製找中國啊嘛。裡面亦都有美國駐北約嘅大使喺度啊，呢個先係重點。咁啊，我哋見到啦，其實對於中東小霸王嚟講，佢今次打呢一場仗，基本上可以話已經係輸咗，佢冇辦法贏嘅。就好似頭先 S 先生所講嘅天火焚城，嗱，呢個係事實。咁就喺聖經嘅創世記裏面咧，就有提到上帝咧因所多瑪同埋俄摩拉兩個城罪惡極重，所以降下咗硫磺同埋用火去毀滅呢兩個城市。咁後來有套電影就叫《天火焚城錄》，喺1962年咧係創作嘅。咁啊，龐貝天火焚城係嘛？呢個故事咧其實亦都係證明咧，會唔會喺小霸王身上發生咧？呢個機會都可以話已經發生緊㗎啦。老實講句。咁啊，另外睇到而家除咗中東地區之外，成個亞太地區同埋歐洲真係有唔同嘅睇法嘅。我覺得雖然呢個轉變咧，仲需要一啲時間，而家未能夠接受到。咁啊，最重要嘅咧就係佢哋仲喺度妄想去透過日本同埋韓國咧去韞住中國。咁啊，當然有灣灣地區啦。咁但係呢樣嘢係咪真係可以達到佢哋嘅目的咧？尤其是睇翻俄烏衝突嗰度。咁啊，俄羅斯喺中國嘅經濟合作係嘛，同埋貿易上高咧係得益不淺嘅。咁當然大家互利互惠，我哋同俄羅斯係戰略協作伙伴，即係大家咧協同嘅。同埋我哋咧同普京講過，習主席係嘛，8年未有支大變局，我哋一齊嚟啦，係嘛？咁點解一齊嚟咧？我哋見到西方嘅整體霸權咧，其實係走緊下坡嘅。我可以同 S 先生由開始做節目到今時今日，我哋真係睇到同埋都事實反映出嚟，即係東升西降。而且呢個態勢咧係不斷咁樣加速緊，係嘛？老美越嚟越快衰落，唔係我哋嘅原因，係老美自己搞咗好多騷操作，而去令到佢自己咧就不斷咁樣衰落嘅。咁我哋亦都觀察到中國嘅軍事力量咧係不斷咁樣提升嘅，包括航母、第6代戰機、無人狗、無人機、我哋嘅衛星、雷達系統等等等等，全部都已經領先西方啦。咁之前亦都有啲信息係傳達出嚟，就係話原來美國嘅所謂 F-35嘅推力嗰個引擎係造假嘅。OK， 原來冇咁勁嘅，原來我哋早就遠遠超越咗美國啦。咁大家去點睇呢一單嘢啦？係嘛？咁仲有我哋嘅通貨膨脹唔嚴重，雖然我最近喺內地我都感覺到，咦，通貨膨脹咧就嚟緊㗎啦啊，同埋咧有好多物價開始上升，但係起碼相對西方國家嚟講，我哋係溫和嘅，起碼我哋嘅工廠真係冇停工，係嘛？咁仲有我哋用電其實都係好平啫嘛，我同大家講咯，喺夜晚黑凌晨12點之後用電係2毫9子一度電，哇！呢個真係平到大家真係唔信啦，係咪先？咁啊，其實而家世界咁混亂，我哋國家絕對係一個穩定嘅力量。我哋可以話中國係全世界嘅壓艙石。如果冇咗中國咧，我諗世界大戰早就已經開打啦。雖然而家其實都係打緊仗啊，呢個打仗嘅情況咧，其實邊個挑動戰爭咧？全部都係老美。俄烏衝突係老美啊嘛，而家波斯戰爭亦都係老美發動嘅，特尼普係嘛？一個拜登發動，一個特尼普發動，兩個都係用陰招。代理人戰爭邊個去打咧？就係其他國家去打。
咁啊，而家老美自己落場去幫耳仔手，大家知道耳仔係特離譜嘅老豆，係嘛？一定要尊重佢嘅。咁啊，我自己軍人唔食嘢，對於中東小霸王嘅軍人梗係要食嘢啦。佢哋啲龍蝦啊，嗰啲咩牛扒啊，全部送過去俾耳仔嗰邊去享用。我咧就唔使用啦。哇，大佬一大批喎，係嘛？大家知道嗰個情況係非常之嚴重嘅。黑格賽斯都話嘆住牛扒食住龍蝦味啊，係咪先？咁但係我哋中國做嘅嘢係完全唔同嘅。我哋中國大家可以觀察下，而家世界嘅局勢基本上已經向住一個方向行，就係大家都需要中國，無論喺經濟上高需要中國啊，同埋喺科技上高亦都需要中國，喺發展上更加需要中國，基建要唔要都要，係嘛？如果冇中國咧，呢個世界係會穩定嘅。咁我哋有全產業鏈，更加重要嘅，我哋係掌握住全球需要嘅物資，而呢啲物資係其他國家好難生產到出嚟，而且價錢夠平。咁當然呢啲價錢夠平，係咪我哋代表係白菜價呢？只不過係過去好多巨型嘅企業，佢哋係謀取暴利，我哋係合理咁樣將啲產品咧去輸往其他國家。我哋唔係傾銷，只不過我哋按照公平嘅原則去俾其他國家嘅啫。好啦，新時代係咪嚟呢？我都同大家講，其實要了解中國共產黨好簡單，就係幾樣嘢啫，不忘初心，為人民服務，共同富裕，人類命運共同體，呢幾樣嘢做到，哇！我哋絕對可以引領世界㗎。你見到呢幾年裡面，尤其是喺楊潔篪當年去面對布林肯嘅時候，佢所表達出嚟嘅嗰個意思，同埋夠膽喺中美會談裡面叫啲記者唔好走住，我有嘢要講，嗰一下我哋就發覺中國終於清醒啦，唔再同你講食杯麵就食杯麵啦，你對我哋唔禮貌，我哋就做翻我哋自己要做嘅嘢，係嘛？到今時今日，老美仲冇招可以去搞中國咧？有，會繼續嚟，但係中國驚唔驚咧？我覺得唔需要驚，因為對於老美嚟講，中國係大到不可以對付嘅國家，同埋大家見到啦，5月份特離譜要嚟中國訪問36個鐘頭，你覺得可以傾到咩咧？我哋根本就唔重視你嚟定唔嚟，我哋好忙就係咁樣啦。你要參觀天壇冇問題，你要睇閱兵，我諗都要俾你睇少少嘅，咪解放軍玩啲步操俾你睇咯，係咪？少少地冇問題。如果唔係大堆頭咧，我呢個唔敢講，一定唔會。係啊，呢個冇錯嘅。大家喺呢段時間咧，好多人同埋喺嗰個嘅股市啊，佢哋話哦，伊朗同美國咧而家就談判啦，所以咧啲股市又狂升，油價又下跌。但係問題一樣嘢咧，呢個係咪真係會停火咧？嘅談判咧？咁我哋睇翻韓戰嘅時候咧，中國同美國啊嗰陣時咧都來來回回談談打打都一段時間，所以唔會話一次兩次就會搞掂嘅嚇。咁另外一方面答翻阿大衛 Sir 嘅問題啦，其實咧呢場戲咧仲未完，咁就係仲有排搞。大家去睇一樣嘢啫嘛。嗰陣時講話俄烏戰爭，講緊話4個月，咁啊足足打咗，而家都有成差唔多5年咯。咁啊仲未收波。咁呢次會唔會因為咁嘅時候咧，俾俄羅斯一個好嘅機會咧？佢哋係因為歐盟啊、呢個北約啊，同埋美國都唔插手啦，咁佢可以去完結呢場戰爭，就好好咧響經濟方面做發展啦。咁而呢個中東呢個伊朗呢場咧，亦都係咁嘅問題。但係可以咁講咧，就話就算呢頭先的講啦，就算唔會打仗，但係裏邊好多嘅代理人戰爭啊、經濟戰啊，或咩嘢，仍然會不斷咁發生嘅。咁未來嗰5至10年咧，全球唔會話因為冇大型嘅戰爭，只不過係冇咗大型戰爭嘅啫。而啲小型戰爭、小型嘅博弈仍然不斷產生。而呢個最大嘅收益嘅會邊個咧？華爾街。大衛 Sir 交翻俾你啊！好，感謝 S 先生嘅分享。老實講，而家世界係真係一團糟，
咁啊，對於老美嚟講，當然係趁呢個時候去大量收割啦。咁華爾街嘅收割，咁大家已經見怪不怪㗎啦。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而家成個美國嘅金融界好似就係千瘡百孔喎。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請留意戴偉 Sir 同埋 Steve Chow S 級金融嘅節目，我哋會適時同大家報導目前嘅情況。嗱，記得睇我哋嘅分析啦。多謝大家嘅支持。好，今日嘅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感謝大家，拜拜咁多位。拜拜。